踮伫倒位？阮想要赠送伊一蕊的玫瑰花，花香又笑眯眯，亲像咧情地表示有啥。往东西，谁在阮心内？知音的人不知纯情的爱，你若知情送你一堆的金片狗。一定袂等待，有情人来熟悉。知音的人若知互相依爱，阮就要赠送真水的酸椒莲。伊声声又成对快乐。